遙遙到木橋，飄飄雲上腰。漠漠匪下落，迢迢心路遙。這首詩以優美的意境描繪了一段心路歷程，其用詞與意象透露出淡淡的憂傷與追尋。以下是這首詩的解釋與賞識。意境解釋：遙遙到木橋，開篇營造了一種不穩定的動態感。遙遙既是指走在木橋上的身體晃動，也隱喻內心的起伏與不安穩。木橋通常像指住通往某處的連接點，但也暗示住脆弱與簡陋。飄翹、相邀、雲朵飄飄地發出邀請，帶有一種出世的虛幻感。這暗示了追求的目標可能如雲煙般難以觸摸，或是心境正朝向遠離塵囂的虛無處走去。漠漠匪下落，這句轉向視覺的色彩描寫。匪下即紅色的晚霞，隨住夕陽落下，天空布滿了一幕幕絢麗的紅光。這雖然美麗，卻也帶有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的悲涼感，像指着某個階段的落寞。迢迢心路遙，最後一句點出主題：路途艱難且遙遠，且這不僅是實際的距離，更是心靈深處的追尋之路。這與俗語中的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強調了時間與距離對心智的考驗。藝術風格：這首詩大量運用了疊字，遙遙、飄飄、漠漠、迢迢，增強了音調的韻律感與畫面感，使其讀起來節奏緩慢，仿佛一場漫長的行旅。